后来这个大甲妈的条件要照常来举行，也毋过连续2年，有10外个学生骑这个高龄车陪妈祖来绕境的德化国小决定要来取消。 因为学生的家长真反对，学校讨论之了后咧，嘛决定来取消咯。也毋过嘛可笑，这个学生哦，为着今年的绕境已经集训半年啊。但是伫这个防疫的卡刀，校长也是只好去甲妈祖来请假。 学生骑高龄车对绕境队伍来到强庙前，这是大家德化国小的车队，连续2年拢甲大甲妈做伙绕境。去年更加为新港对到大甲骑6港5暝，今年本来是拍算要为头对到尾，因为武汉肺炎的问题，9港8暝计划取消。一些家长有一些考量，因为这个活动下去，我们需要有些家长能够陪同。 所以在这多方面的考量之下，还是决定以学生的安全为优先考量。所以我们就今年跟妈祖告假，临时取消队员难免会失望，因为半年前就开始展开体能的训练。有的是6年的学生，今年本来是最后一年参加，即马因为武汉肺炎嘛无法度圆梦啊。有点失望，蛮失望的啊。 校长讲，为了弥补今年无法度参加大甲妈的遗憾，等到疫情结束后，会计划车队做社区的巡礼。虽然无像大甲妈遐盛大，也毋过至少会使让这队员伫毕业前，台湾会使搁骑一练。